如我所欲也。孟子。孟子曰：如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捨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義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捨生而取義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故不為苟得也。死亦我所惡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故患有所不備也。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，則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，則凡可以備患者，何不為也？由是則可以備患而有不為也。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所惡有甚於死者。非獨賢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賢者能勿喪矣。一簞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。夫以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；畜以而與之，獵人不竊也。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，萬鐘於我何家焉？為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所識窮乏者得我與？香為生死而不受，今為宮室之美為之；香為生死而不受，今為妻妾之奉為之；香為生死而不受，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，是亦不可以矣夫！此之謂失其本心。